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新北市有一个爸爸，囡仔发烧，心肝火倒，开车载着囡仔冲到阿东病院，直接就把车转离这个急诊道。救护人员今日去查到救护车，请伊来刷车。这个爸爸非常的不满，双方爆发冲突。 前防护医的病院保全人员将徛伊头前这个查甫人杀开，这个查甫人真不欢喜，出来甲杀断去。现场三医护人员反正讲场面的失控，联手甲压制掉了。双方伫病院急诊室门口发生冲突。医务人员他手是伸出去，就是想要维持一个安全距离，他们就开始变成在拉扯。医务人员他们就是想说要安抚情绪吧，可能就把那个男生压制在。 原来这个查甫人昨暝9点外出来，囡仔发烧到39度，伊甲因太太正着急，用车甲载去阿东病院，结果将车直接停伫急诊室外口。现场的救护人员惊讲去挡住救护车，请伊刷走，双方煞爆发冲突。同仁其实并没有受到比较大的伤害哈，那主要的问题是秩序的维护了。事后有觉得说受到侵犯，想要对这位民众采取法律途径的话，医院方面当然也会支持。 本土疫情愈来愈严重，唔但医护人员辛苦，台中交通工具的驾驶风险嘛真悬。想不到要有民众坐公车无挂喙罨，搁甲司机呛声，一直到警察赶到现场才停落来。这一切拢互边的民众翕来了，铺上网络，互人一直害头。洪坑那所乡亲疫情遮严重，大家拢爱遵守规定，唔通互第一线防疫人员增加无必要的压力。 我是喜顾亚外，你订阅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了吗？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。